各位好，如你们所见，我是一个普通上班族。普通的意思就是，我既不喜欢这个工作，也没有更想做的事情。你还差什么？等门客的。门客，你闭嘴！我是你完全不识的同事，下个月结婚，请带着份子钱来参加哦。一切都很无聊。我想过我会这样一直无聊到死，就因为我是个普通人，永远没法。要是有超能力，我也能没有烦恼，每天不无聊。也不是不可以，可以试试看。你来做英雄，我来做你的助手。这可是你亲口说的。这个英雄的日常啊！为什么就开始加油啊，门客！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门客，你加油啊！这也太难了吧！门客，你做到了，你也是个合格的英雄了。终于结束了。没事了，结束了。